大家好，又嚟到我哋咪哇孖高跟隊出發，我係美麗華領隊阿 Two， 今次為大家介紹一個又神秘又有歷史遺跡嘅一個地方，就係斯里蘭卡7天世界文化遺產之旅。斯里蘭卡就位於喺印度洋上面嘅一個國家，被譽為印度洋上面嘅明珠。我哋呢個旅行團係乘坐國泰航空公司香港往返科倫坡。如果經我哋報名嘅話指定嘅護照，咁我哋亦都會包埋斯里蘭卡網絡簽證㗎。今次嘅呢一個旅行團仲會帶大家探索4大世界文化遺產，仲包埋所有嘅門票添。第一就係獅子岩，第二就係波隆納魯亞古城，第三就係加勒古城，第四就係聖城康提。獅子岩係興建於公元5世紀，係一座200米高嘅空中宮殿。呢個遺跡喺外邊睇係的確非常之宏偉嘅，仲包埋坐牛車同埋遊船，深入石吉里耶體驗農村之旅。波隆納魯亞古城裏邊就會有特別嘅祭祀壇，亦都會有唔同嘅雕刻石像佛，咁亦都係影相打卡必到嘅地點。嚟到南部海邊城市加勒古城，佢係一座16世紀由荷蘭人同埋葡萄牙人興建嘅，充滿咗歐洲風情同埋南亞文化特色嘅古堡。入到去影相打卡，亦都非常之一流㗎。聖城康提裏邊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佛牙寺，裏邊供奉咗釋迦牟尼遺留落嚟嘅舍利子。除咗世遺古城之外，打卡行程亦都非常之豐富㗎。我哋會有大象孤兒院睇可愛嘅大象，仲會帶大家去千與千尋取材地海邊火車站影相打卡添，仲可以欣賞埋斯里蘭卡獨有嘅高蹺漁夫捕魚。我哋仲會參觀埋著名嘅錫蘭紅茶廠同埋海龜保育中心。而嗰度食，我哋會安排3餐5餐，升級咗做豐富嘅自助餐，仲有一餐重本安排喺科倫坡地標 Lotus Tower 旋轉餐廳享用自助晚餐，一邊食一邊欣賞360度嘅夜景。而住宿方面我哋南部就會住返5星級嘅酒店。如果你都想探索咁神秘嘅斯里蘭卡，咁就快啲過嚟美麗華揾我哋報名啦！